麻煩各位都不忘我，望住我怎麼敢去唱情歌？然而我想揀今日來流露我凄楚，聽完的人請你把鎖。星秀大熱逢希涉 Ryan， 於節目開始已經成為焦點，被網民視為星秀冠軍大熱，而且外形同 Mirror 嘅柳英婷有7分相似，節目一出街已經成為網民熱話。根據官方資料，26歲嘅 Ryan 係物理治療師，喺澳洲留學，擅長拉大提琴，並兼職做餐廳駐唱歌手。背景資料就得咁多。但原來 Ryan 並唔係叫 Ryan。2024年當時佢叫做 Vox， 已經以獨立5人男團 Define 出道過。Ryan 團中嘅主音，所有嘅技術、所有嘅體力都係得個3分嘅。Fox 本人 MC。男團 Define 曾經推出過3首單曲，參加過新城勁爆頒獎禮2024同10大中文金曲頒獎典禮。其中成員林偉俊 Regent 已經被香港環球唱片簽約成為旗下新人。呢個男團跳唱形象 Vox 係咪同星秀 Ryan 差好遠呢？參加完星秀之後， Ryan 形象明顯大脫變，之前肥啲啲跳舞都慢3拍，依家身形明顯清減咗，而且造型都漸見星味。相信如果 Ryan 保持水準又揀啱歌嘅話，必定係3甲人選。